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23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国申请 CPTPP 了后，台湾伫昨下晡也正式提出申请。郑振中表示，若准中国先加入，咱的申请案就较危险。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病例，邦桥幼稚园群聚感染案宣布结束。另外，医生认定讲有必要，民众会当开钱验，无法去验伊血清风体。高雄有姓杨的医生开麻醉药啊，甲民众治疗失平，说害死一个妇女人，依照过失致死罪，甲医生移送法办。讲到中国申请 CPTPP 了后，咱的行政院也宣布，台湾伫昨下晡正式提出申请，也强调讲会用过去加入 WTO 大平金马个别关税领域来申请入会，是因为这个名称经济上介少。也有人伫咧质疑讲是看中国申请了后，咱台湾才煞落去申请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郑振中表示，这之间是无牵连的，是以台湾的经济做出发点。不过，伊也讲到讲，若准这中国大省来入会，咱台湾的申请案恐惊就有风险。行政院会记者会正式对外公布，咱国已经伫2日下晡申请加入下太平洋东坡全面进步协定 CPTPP。都是长期准备后，我们在昨天下午正式提出申请。其成员多为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占台湾国际贸易总额超过24%。因为就伫中国公布申请加入 CPTPP 了后，台湾申请加入，这时机有较敏感。行政院政委兼任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振中，伊强调讲，这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而且讲考虑经济战略甲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准备真侪年啊。加上今年主席国是日本，认为这个老板是上妥当。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点。至于中国他提出的时间点是他有他的考虑，我想这两个案子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目前的会员国有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11个国家，总经济规模超过11兆的美金，差不多占全球13.1%，占台湾贸易总额超过24%。也若最近申请要加入的会员国是以英国的进度上紧，今年2月初2交申请书，6月初2 CPTPP 部长会议就已经同意这个申请案，就等实际谈判。另外，中国伫9月16交申请书，也若咱国是伫23申请的，是以大平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来申请的。我们在参加 WTO 的时候用的名义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在参加经贸协定，我们用的常年使用这个名字，它也是争议最少的。中国在国际上一直阻挠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如果中国先入会，台湾的入会案当然会有相当的风险。郑振东表示，过去3-4年来，已经甲所有的会员国密切接触过，外交部嘛以加入 CPTPP 当做重要的工作目标，所落来会成立谈判工作小组，也若爱用偌济时间才会当加入 CPTPP， 目前还无明确的时间点。不过强调讲，一定会持续打拼，争取会当赶紧加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贸易全球化时代，加入区域的经济贸易组织，咱台湾则袂去互排除在外。就学者认为讲，咱台湾要加入 CPTPP， 大先爱解决的就是日本福岛核灾食品的问题。咱台湾敢要进口，是爱看甲国际标准共款，看科学证据的。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郑振中也讲，日本的福岛食品会替民众看顾，也会看科学证据来甲日本讨论。争取加入跨太平洋友好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表示，率其重要课题就是日本福岛周边食品的谈判。日方对于这个问题相当的关切。那假如日方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是国民健康的维护，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要依据科学证据，要依据国际规范。在这个3个原则之下，我们跟日方应该可以妥善的找出一方法处理这个问题。伊强调，福岛食品免讲是核污染食品，而且美国一已宣布开放进口日本福岛等地食品。未来甲日本谈判时阵，拢是参考依据。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未来伫申请加入 CPTPP 过程中，福岛食品问题会甲日本充分交换意见。国内进来的17万多件里面，都是100%符合我们的辐射标准，当然会在 CPTPP 里面，在申请过程里面积极的处理。这个既有成员他如果觉得说你哪一个部分的法规，或者是说你相关的关税呢是违反到他们的权益的话，他也可以提出来。好，所以福岛核实这个必然是其中一项。
台湾争取加入 CPTPP 议员案修法，4项法规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数位通信传播法还在修法中。另外，各法规也无计试算，无加入 CPTPP、TTP 影响时负0.56%，加入应提升 GDP 超过2%。不过加入了后，影响上大的产业是农业、汽车甲汽车零组件。那因为它要面临比较高的不一样的这个关税障碍，所以整体的产值跟出口会比较受到影响。台湾都是小农嘛，生产成本增加了，你粮仓收购价格又偏低，配套措施啦，你今天加入，那你怎么会辅导我们这些传统产业如何去转型？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以日本越南为例。零关税时间16到21年，有时间用做产业结构调整，有部分品项不是零关税。越南超过3%，日本超过2.8%，应该保护的农产品未抗入零关税。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9个带病入境。指挥中心也宣布，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的烧毁事件危机已经解除啊。另外，伫咧土城鸿海集团有一个工程师，伫咧公司内面用喙瘰做快筛，却验出阳性，病院 PCR 快筛也有验出阳性。不过去到实验室搁再验，发现讲工程师的病毒只有单基因阳性，迄情况体是阴性的。所以指挥中心暂时无列做确诊个案，会继续来解采检，继续追查。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第3摆时，阁出现零确诊零死亡。针对鸿海集团22拜3暗公告指出，新北市土城厂区所属子公司有1名工程师透过喙瘰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病院 PCR 也是阳性。不过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判定诊断条件主要上基因阳性，不过1名工程师检体只有单基因阳性，所以暂时无列为确诊个案，将进行第2摆采检才确诊。无论怎么检验，这个个案都是单基因的阳性，那 CD 值也都30几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会再多采一次啊，明天可能会再多采再做确认。此外，考虑秘鲁、孟加拉甲巴西等3个疫情短赴，为9月25原点起恢复为第3期旅行地区入境的检疫措施。入境者将无需要集中检疫，会当住伫一般防疫旅馆。调整了后，重点高风险国家是有印度、英国、以色列、印尼甲缅甸等5国。巴西、秘鲁跟孟加拉这3国预计在9月25号，这个三国的这个就会解除哈，它就列到我们一般的国家是入境可以入住这个防疫旅馆。因为这礼拜开始启动青少年伫航空做 BNT 疫苗，22开始做的第1天，全台做8822剂，无增加不良事件通报，也毋过考虑少年男性做第2剂了后，恐惊有罕见的心肌炎。指挥中心将观察4至6礼拜，才评估青少年敢是做第2剂。第2剂还是会有可能有心肌炎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以再多延后看看。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已经有1176万华人完成做第1剂疫苗，有182万华人完成做第2剂疫苗，做效率达到50.16%。基础人口比每100人57.95剂。另外，风声24暗也有1批 BNT 疫苗到货，指挥中心强调，有确定疫苗来，都会向大家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对昨开始甲中学生做 BNT 疫苗，不过所有学生囡仔做了后无爽快，加在休困了后就无代志啊。也因为学生囡仔若阵感觉无爽快，就会当请疫苗假。就目前的统计，桃园的学生请假人数是上介济，有1200多人。伫咧新北市的部分是上介少的。不过新北市是实行做疫苗了后，会当2天的线顶学习。女学生骹手软高高互动学送去保健室，南投一间私立高中的女学生正做完 BNT 咧休困，所形容无事事。是模糊的，我只听得到声音，但我视线是黑的。女学生对拄发生的代志无印象，暗过表示，家己进前对心检休困了，就恢复正常。中华团组学生做疫苗了后，身体无爽快。坐后面好了，2跟1位老师坐后面。23市中华做疫苗第1天，4间学校当中有1143位学生做疫苗，有5个学生身体无爽快，其中4个人送医，1个人长期休困。新竹甲台中也拢学生有心检的情形。手酸，然后头晕这样。
这样子。所以在打针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台中市虽然有蓝山无属实，或者是有风险送医个案，不过大部分学生感觉正常。3天防疫假有无爽快才会申请。严重才请吧，不严重的话就还是来学校上课。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走路的话才会请。对，我觉得还好，应该不会到那么严重。根据各县市政府统计，自治自的5个县市其中，23,000防疫假休困，桃园市1,218人上济，新北市自治自3,364人，23,000防疫假有26人。那当然有孩子有不舒服的反应，那我们这边学校就会从宽认定啦。对3天疫苗假，各县市政府表示尊重学生的感受，会放定来认定。其中新北市伫学生做疫苗了后，全校线顶到下居家学习2天，强调爱兼顾学生的健康甲学习状况。台南市长黄伟泰也表示，若请假人伤过济，无排除授权校长，规学校是停课1天。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网络片的人自高端疫苗了后，走去验抗体，讲伊抗体只有偌济尔，引起众人讨论。指挥中心今仔日宣布，若准有出国需求，民众会当自费去做武汉肺炎的血清抗体检验。不过，这项需求是要经过医生认定的，若准有需要，才会当开钱去做。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拜3暗调开专案会议，召集医师甲检验专家，针对自费做新冠肺炎血清抗体检验做讨论。落尾决议有做工课甲读册等等有出国需求的民众会当自费验抗体，民众会当去卫生局有核准的医师机构来做检验。伫检验进前，爱先经过医师评估，请医师开单。医师机构就会以小数核准的试剂来做检验，而且伫检验报告当中写清楚检验控管的种类。若收费的标准是照医师法的规定，由管市主管机关来核定。我们这边初步是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自费检验需求开绿灯，医师机构呢，他们可以向卫生局提出申请。那经过卫生局如果审核他们的这个自费的收费标准以及一些相关的这些能力都合适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来对民众提供这个血清抗体检验的一个服务。指挥中心强调讲，抗体检测出来结果无完全等于是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免疫力，提醒民众袂当因为验出有抗体，就无咧要以平常时的防疫，因为这并无代表袂去卫着。另外，若是民众已经有出现症状，更加是袂当以验抗体来取代体检。在做自费抗体检验之前，医师必须要审慎的评估他有没有一些疑似的症状，有没有这个 TOCG 的一些风险哈。如果有这些以上这些，其实反而比较像是染疫的情形的话，应该要做的是 PCR 的检测或者是快筛，而不是去做这个抗体的检验。针对台北市和行诊所顶一日提供网签自费验新冠肺炎抗体的代志，台北市卫生局已经请诊所提出书面的说明。卫生局表示，和行医疗体系下底有合法的医术检验机构，加上中央宣布开放予民众自费检验，会伫参考和行提出的说明了后，才决定敢有要采发。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高雄有民众因为失眠的问题，找一位姓杨的医生治疗。想袂到，这个医生竟然开一寡用素的麻醉药啊，要来帮助民众会当困好落眠。想袂到，这位民众一声数一个伤济，所害伊死死昏昏去，造成死亡。检察官认为讲，这个医生的行为违反医疗常规，依照着过失致死罪，甲姓杨的医生起诉。这张规家伙也真好录的相片，即嘛是永远检一个人啊。高雄一个退休的警察叶朴文，因牵手因为长期失眠，昏死痛痛。去年底去互一个姓杨的痛痛专科医师看，想袂到这个医师煞开一种用素的麻醉药啊 ，isoflurane 互因太太，而且用挂面罩的方式来帮助伊困落眠。想袂到煞致使伊无细致输入去过量的麻醉药啊，加上这个面罩无够通透，互伊喘气袂顺，落尾变做是全身麻醉的状态，致使药物中毒，袂喘气单来死亡。啊，唔要偌慰问一个，拢无啊！啊，调节以后100买无，啊无加100互你安尼，这轻佻安尼啦，像不以为意那种感觉啊！我当个医生怎么这样？根据高雄地检署起诉的内容 ，isoflurane 是一种全身麻醉药啊，应该伫麻醉机启动真校正的环境之下使用，而且都要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操作。也就是讲，这个药啊无应该直接交伫患者的手头的，所以检察官伫9月初10以过失致死罪起诉这个姓杨的医师，不过医师嘛发冤枉。
我是麻醉科医师，所以我知道怎么样照顾我的病人。那你当初也有很确切跟这位病患说要怎么用，剂量大概是？有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小姐都可以作证。这个姓杨的医师讲，司法会行伊公道。那一般来讲，失眠是要安怎治疗呢？心心科的医师就表示，若要治疗失眠，大部分袂以药治疗做优先。若是真正要用药，那袂去用到麻醉药。一般的所谓的感冒药、抗组织胺之类的药物。之后我们会考虑比较轻度的一些镇定剂。那其实镇定剂跟安眠药大概是属于同一类的。医师表示，临床较接看到的情形是患者家己调整药的量，甚至是不爱食。电视食药无照起工嘛，规乱糟糟，会影响医师对药效果的判断。嘛提醒民众，若是去予医生看了后，了解医师提醒的甲定定的来做，才袂造成其他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地方法院今仔日针对着台铁德鲁区自强号败马事故继续开庭审理，而且要传台铁3位员工出庭作证。有证人表示讲，李记上的身躯顶有2支无线电，当讲若是有开机，就当联络到附近的车头，叫这个火车赶紧停落来。不过李记上确实唔承认，而且发生事故迄当时拢无通报119，或者是敲电话给110，家属坚持讲爱甲李记上的罪行。该做是不作为杀人罪。穿黄衫就是代替泰鲁5号事故吊诉包商李继祥，花莲地院23个开庭，传唤代替员工等3个证人出庭说明，证实李继祥事发了后有敲电话通报代替人员，不过伊第一时间煞无敲110或者是119来求助，互到法庭旁听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如果李义祥他在当下有通报完台铁的部分之后，马上就有进行报警跟打那个救护的部分，或许我的女儿还会在。换手去拉扯这个动作，我们认为这已经是常态的现象。他们的 SOP 我觉得也不为过。花莲港埔段工程师潘登业已证明，李义祥有签收保管2支无线电，照迄一天有开庭直接联络附近车站停驶列车。代替花莲港埔段施工主任邢德玉表示，虽然事发了后，甲李义祥通过电话，不过敢若通报列车扫着火车，就是无严重，也捌过伫过代替紧急电话。不过李义祥全部无承认，自认有照通报流程向上级主管反映，也无承认有逃走。到底李想把这个无线电拿去哪里呢？为什么没有在工地的现场使用该使用的一些相关的无线电，然后达到确实的工地的一个情况的回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李想在整个过程令人匪夷所思。市场家属委任律师回应，所有证词拢证明李继祥迄时阵无积极作为，致使憾事发生。有关主张并认为无作为杀人罪。泰鲁5号事故造成重大死伤，会伫个二被继续审理。结果如何，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礁翠潭人工湖的4颗链灯，搁再出现石虎的形状啊！这3年以来，总共监测到7只。不过，这个人工湖的工程到单还搁伫咧进行。就学者建议讲，若准备保存生态，甲人工湖的水源保护区管制范围掠搁较宽。报名啊，一只石虎，连脚两手，探索环境，古锥模样，拢互后官山镜头记录落来。这是南投县礁水潭人工湖工程4颗位。今年9月翕到影片，而且这个一级保育类动物石虎唔哪一只。总共有发现7只15的个体了，那其中2只是在定居在我们计划的周遭的，不过我们还是长期在追踪。根据影片公开，这里是中区水资源局其实早伫3年前，就伫环境监测中陆续发现石虎。伫专家建议定出保育对策，包括避免伫暗时时间甲工区限速降低交通，设置动物通道等。苹果台野生动物保育所教授贝嘉基认为，石虎是真好的保护伞动物。若讲会当伫礁水潭人工湖稳定活落来，其他小型饲料无动物拢会当有连带收益。建议将水源保护区管制范围扩大达第1号滩地。人工湖的管理单位呢，能够把它的管理的范围呢，能够扩大到河滩地，因为河岸是很重要的石虎栖息环境，有很多的狗呢占据了河岸，而狗对于石虎是不友善的。
学者建议，照水探针到后未来，唔通讲远化，将附近农田农药、鸟鼠药啊、除草剂、甲野狗等问题消除，有机会打造完整的照护栖地。中水局表示，会审慎评估建议，另外尽侪时间配合把污出以及致癌物、石棉、甲石棉油啊。引起未来供应净化用水的安全疑虑，敢会也影响到照护的栖地生态，是有待更较侪数据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昨伫咧全球防疫高峰会顶头表示，美国在买5亿吨的武汉肺炎疫苗，提供予发展中的国家。明年1月会开始出货。美国捐予全世界疫苗到达已经有11亿吨咯。另外，伫咧美国的食药品管理局针对着65岁以上民众注第3档疫苗，也已经完成紧急授权。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白宫召开全球防疫时程峰会，伊讲这是一场需要全体动员的危机，爱甲疫苗当作是对抗新冠疫情的武器。美国就亲像以前的时阵共款，会正做提供疫苗的军火库，而且答应讲会阁捐疫苗出来。Today, I'm announcing another historic commitm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buying another 50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 to donate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another 500 million doses that will all be shipped by this time next year. 拜登也阁强调讲，这批疫苗敢若会做关键的用途，无附任何政治条件，考试中国甲疫苗当作是外交的手段。拜登发表谈话了后，西班牙总理伫联合国大会宣布，美国捐750万吨的疫苗，拢总会捐3000万吨。那日本首相菅义伟嘛宣布，会捐拢总6000万吨的疫苗，比之前答应的还阁较侪一倍。另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经过内部讨论了后，总算伫咧22紧急授权，针对65岁以上有严重疾病、高风险族群，也有因为工课关系感染风险较悬18岁至64岁的民众，伫咧完整注过2档辉瑞 BNT 新冠疫苗了后的6个月，注第3档加强。美国差不多有2200万人已经完整注过2档的辉瑞 BNT 疫苗，至少6个月啊，其中差不多一半是65岁以上。不过，针对16岁以上的人注第3档的代志 ，FDA 顶礼拜表决是以16票比2票来反对这件代志。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拜登政府2日举行全球新冠疫情峰会，前副总统陈建仁也代表台湾接受邀请参与线顶峰会。陈建仁强调讲，若准咱台湾的疫苗数量有够用，村内也愿意甲国际来分享。另外，讲到咱国产的高端疫苗宣布要用免的交接，进行后面 EMA 3期的临床试验，争取后面的认证。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伫咧明年初的时阵，才有可能就会通过啊。前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台湾接受美国拜登政府的邀请，参加2日的全球新冠疫情峰会，凸显台美伫防疫甲公卫领域的密切关系。陈建仁特别强调讲，台湾愿意甲国际分享疫苗。Taiwan has worked tirelessly to raise the vaccination rate of people. Once there is enough supply to meet domestic need, we want to share our vaccines with other countries. 这嘛是今年3月份，咱国受到邀请参加强化非洲对抗伊波拉病毒的高阶国际会议了后，搁一届受到美国的邀请来参加全球讨论疫情的元首级会议。那国产疫苗高端公司嘛宣布，会以免疫交接做后面 EMA 3期临床试验。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高端摕到后面 EMA 认证可能性相对是较悬。它会在等于是 MEA 就是欧盟可能会得到认证的可能性相对的高。8月的时间点有没有理解？相对的高。我们预估可能在明年初有可能，然后我们的疫苗是可以施打的，而且能够处理边境移动的部分进到其他各国去。我们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进展。那国产RNA疫苗是公开新竹乌口厂上届机密制造2倍剂药的生产线，RNA找50个受试者做2档疫苗了后，搁做第3档，对变种病毒 Delta 会当产生袂歹的中和抗体效果。RNA嘛，把这个新的数据送去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再审。莫德纳、辉瑞等等的这些疫苗达到第3针的表现，我们认为我们的数据已经超越了这些看用什么一个标准来通过
这个疑维。联亚甲高端两大国产疫苗是真积极，因也由鸿海、台积电甲资济共同管的 BNT 疫苗，拢总184万筒。有风声讲，这批第一日是透早6点10分会送到台湾。不过，英良基金会表示，目前知影欧洲迄边出货天数有小可去前着。只要有确定，我们都会跟各位说明。第10期的部分，大概会从第9类40岁以下往下开。那如果第9类都开完之后，会从这个64岁往下。曾仁雄表示，疫苗送来台湾的量若有够额，会阁开放第10轮，互民众来预约注射。因若注射的对象按算会开放到64岁以下的民众，而且明年甲后年嘛拍算会采购3500万筒莫德纳疫苗，而且嘛会持续至接买 BNT 疫苗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的友邦帛琉、瓜地马拉和马绍尔群岛连续2天，拢伫咧声援台湾。马绍尔群岛的总统呼吁联合国着爱互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另外讲到立陶宛德月有关2万筒 AZ 疫苗互咱，正搁再宣布讲，要搁再捐235900筒互台湾，按算10月就会送到位啊。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日进入第2天，咱国友邦马绍尔群岛的总统瓜布阿虽然无去纽约总部参加实体会议，透过事先录的影片来呼吁联合国莫阁等点点，爱互台湾平等来参与，而且莫甲联大第2758号决议摕来做理由。头一届出席联大总辩论的瓜地马拉总统加美代，嘛敦促联合国改革，大声挺台湾。En cuanto a que se considera que Taiwán puede proveer de experiencia, capacidades y conocimiento para el fortalecimiento del multilateralismo, tomando en cuenta los desafíos a los que nos enfrentamos actualmente. The UN cannot ignore the Taiwanese people or continue to use their nationality to exclude them from attending public meetings or public tours of its headquarters. The shameful silence must end. 洪都拉斯总统也南德珠虽然无讲到台湾，不过最近这几年拢有写批，互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这一届联大总辩论，包括帛琉2天以来已经有3个友邦甲台湾斗相挺，有帮他们多元的方式，来这个提供具体的协助。包括他们联署致函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ierrez， 以及在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为台湾发声。立陶宛6月份捐2万筒 AZ 疫苗予台湾了后，22宣布各捐235900筒 AZ 疫苗，按算10月份会送来台湾。咱法国参议院参访团都算面对中国施压，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的主席理察带领的议院参访团，确定伫10月初会来访问台湾，日子按算是伫10月初4至11。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召开记者会，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想袂到中国解放军搁再派军机来扰乱，毋但是因本地就真爱来西南空袭，连东南空袭也出现了。不过国防部争取预算买国造的武器，其中就雄升飞弹系统，这射出去的飞弹会当超过1000公里，主要目的就是要直接射到解放军的大本营。就伫行政院23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好亲像引起中国民间神经，就派出真侪机种、真侪摆，有19架次进入台湾 ADIZ， 尤其是轰六机、运8弯杆机、运8反潜机，5架次射到东南空袭，而且还佫有14架次战斗机，占16架占11，创下近期相关纪录，强度意比较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敌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复杂程度确实是，比以往要来的多而且复杂，就只有保持最佳的最好的这个准备。中期进入东南空袭是毋是常态化？空军表示，情势变复杂，会继续关心。中国不止派军机交代支持各地3亚加南海域、甲南海展开军事训练，面对中国连续用军事民生手段打压台湾，国防部反制中国威胁，向立法院争取2400亿特别预算买国造武器。原本属机密的雄升飞弹系统，即摆搬上台面，外界解读可能是上至以巡航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主要用途就是反攻中国。就是让敌人感到很头痛的第二线机场，第二线你如果被打了以后，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支援第一线，然后
指挥所，敌军的指挥所都是固定。专家表示，雄之以巡弋飞弹用来反制中国发动第一击，做源头打击，阻止中国对台战略部署，影响到上海、香港，不止应锁定军事目标，亲像机场指挥所政治目标，也是伊的攻击范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禁止台湾的石刻甲染污了后，农委会也赶紧推动国内外推广活动。国内有驻文平台，国外也有台商愿意协助。不过，这品质好的水果是袂当放伤久，这分离机的费用是真悬，也变作是外销的大问题。3月份往来大出，9月份是染污甲石刻，不过除了内销以外，外销去中国市场的染污甲石刻，向向去互禁止。农委会是赶紧替这农民来找出路。顶一届往来事件是开5亿6千万来护盘，还佫有关往来介绍。这届石刻甲染污嘛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不过外界就质疑讲，有钱赚的时阵是咧做生意，那会拄着困难的时阵，算是变做全民爱共同来承担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突然其来，而且没有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所造成的农民可能的影响，政府本来就该有责任提出各式各样的产销调节的措施。农委会解说讲，石刻外销占总量的2/3，若无调节好好势，就会冲击到石刻的绩效。也若针对石刻防禁止销去中国市场的代志，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因过中国甲台湾看作是国内市场，检疫无遐尔严格，即卖以严格检验的标准做理由，服务又冻点，应该爱加做咱台湾提升品质管理的动力。不管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你的那个不管是药检，不管是那个检疫的部分，其实都应该要做到最好，而不能怪中国大陆这一次，这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加强。农委会下晡启动国内驻文平台，互民众先来驻文，会当扩大类似的市场。也若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嘛大出手来相挺，透过农业金库驻文石刻甲染污拢总30万公斤。另外嘛传出瑞士有想要进口咱台湾的染污等等的果子来甲咱斗相竞。台湾伫欧洲的大商会嘛真赞成，不过都要想办法来解决国际运费贵松松的问题。那在空运的这一部分的现在的国际的那个运费啊，非常的高昂。那这一个难题啊，必须要去克服。疫情地区空运甲海运的介绍是起甲惊死人，要克服运费成本超磅的问题，也是要靠政府补贴。农委会会搁一届提供运费奖励金，因若石刻是较倾向用冷冻食品的方式来外销。农委会强调讲，就算摕10亿出来应用，这嘛毋是直接拨钱予农民，是要来做相关运费的补贴、调节产销等等的措施，希望会当稳定咱国内介绍。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对23开始甲中学生注 BNT 疫苗，市长林志坚透早也去到学校来关心这学生囡仔。不过有一位学生囡仔因为最近这2天胃肠伫咧发炎，注了后却熊黑暗型，加在休困了后已经无代志啊。政府开放学校注 BNT 预防针，新竹市暗算在10月初8进前完成32000外学生的疫苗接种。23这天注射现场，一个高中生可能因为昨日接到肠胃炎，预防针注了黑暗型，加在休困了后已经恢复正常。就因为听说之前还有很多不同剂、不同疫苗，然后打了很多人都有发烧那些现象，所以现在有点怕会有那些现象。不过，在咧注疫苗进前，香山高中发出一张通知单，顶头写着无注疫苗的人袂使参加教育旅行甲公民训练，引起外界争议。学校赶紧对外道歉。学校是基于保护学生的安全，可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尊重家长的意愿，让孩子可以很快乐的参加我们的校外教学。那对于这个事件造成家长的困扰，我们也深感抱歉。确实有些不妥，让家长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昨天第一时间校方也将这样子的公告撤下，另外校长也表示歉意。教育处指出，虽然讲学校是希望学生会当尽量注疫苗，不过依照规定是袂使影响学生的权益。目前已经要求学校撤销相关规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去年的双十宴会是伫咧高雄举办，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市政府采用分流事先登记方式，敢若开放2万人会当到现场看宴会。市长陈其迈表示，若阵疫情变严重啊，随时拢有可能会取消活动。优美的高香角
配合七彩烟火，2021年双十节烟火伫高雄港边举办，这嘛是20年后过一摆办伫高雄。高雄市府23公布今年双十节烟火动画。这摆放烟火范围有3公里，出动7架平台船，对高雄港到基顶拢有烟火通看。不过嘛是烦恼人伤济，为着防疫，市府决定分流，而且只有2万人会当预约得奖。专家会议的建议，我们降载1/10以下，防疫标准的1/10以下，从23万多变成2万。10月初才摕到5八卷，刷落来就是双十连假。市府5万民众来高雄看烟火，顺线消费，只不过有议员烦恼，所谓白订接送1000块高雄券的做法，恐惊真侪小店头无法度收费。我们有实体券，好，那也有数位这个数位绑定，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分配它的比例，啊。虽然希望双十节烟火带动观光，但期卖表示，若是国内疫情伫个2礼拜有变化，市府嘛已经做好上歹的暗算，就是停办烟火，一切爱以防疫为优先。记者陈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伫咧高雄的中山大学有开发全台湾头一只载人的畅水器，是由外部人员伫咧控制畅水艇，而且免穿装备，过当畅水畅8点钟，因是希望讲会当愈畅愈深，超过500公尺深。拍开舱门，参与研发的工程师免穿救生衫等装备，坐入船舱进行头一摆载人测试。船经过，所以可能会有波浪冲击到载具哦 ，over。潜艇落到高雄港水下5公尺，工程师测试舱内的卫生系统，记录氧气利用化团顶数据，也甲环顶团队保持联系。水下面停留1点外钟返航，也代表国内第一架落水载人载具测试成功。下水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因为在球场里面有一些操作要进行，就是在水面上就确实就像船上一样会晃，有晕船的感觉。可以说100%来自于欧美先进国家都是采购的。那各位所看到的这一艘是100% MIT。卫生系统有高上长8点钟，团队表示，伫学校的支持，计划为2018年推动，已经开上役，才打造出全台湾制的潜艇。进前伫环顶测试20几摆才落水，第一摆落水无载人，由操作人员穿畅水衫，陪同参到水下8米测试动力航行。第二摆才真正载人，为了确保安全，舱内也有快速充气下载，急速铺起来安全配备。包含它所有的动力操纵来讲的话，这些电力跟维生系统的需求的设定都是8个小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海底的救难。OK， 有搜寻，还有那个水底下的工程的维修。研究团队表示，这摆实测成功，接落来要挑战落到20公尺，希望上尾落到水下500公尺。未来也不排除规划加装科技手决定配备，互潜艇会当水下救援、水下工程维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基地的公营国小，要转型做县内头一间注重囡仔心理甲品德教育的 KIST 实验小学，若有个人化，也会结合在地需求。全校要40位学生做伙伫台顶跳舞。嘉义县义地乡的公营国小，23即日正式转做 KIST 实验小学，未来除了课程的发展，嘛会指导囡仔的心理教育。是我们老师如何接应孩子的，不管是情绪上的问题，还是学习上的问题，那我们都会仔细的去聆听，并做分享，跟孩子对话，然后来找出解决的方式。教育处表示，美国 KIPP 的教育理念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关注弱势族群甲品格教育。离来台湾了后，配合在地教育元素，加做台湾的 KIST， 透过协助弱势教育的民间团体。嘉义县的偏乡囡仔嘛会当有无同的教育环境。学习的主人应该是学生，而不是用传统这种教这种讲述式的方式，激不起孩子的这个学习，那也创造不出学生的一个学习的火花哈。那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起点。因为咱家就是讲，足多学生爱看愈来鼓励足多学生来遮，咱遮地方的教育，挺好。公营国小是嘉义县第一间用 KIST 做教育方针的学校。校长表示，学校的老师拢有教育的热情，所来阁有请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士入来学校，希望伫偏乡学校引进包括心理课程在内的完整教育。
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民进党的前辈何春木，伫咧1980年监察委员增加选举的时阵，无被接受用1000万乌西，颠倒帮助卢清争到头一位党外监察委员。何春木的故事，即马互人翕做是纪录片，按算伫10月时阵会配合电档来放送。画面内底是1980年当选监察委员的尤清，甲另外5个甲关键票转互尤清的审议员。迄当阵有人要用1000万甲机长何春木来买票，但是何春木是无接受。家己选就是推动民主自由，家己无选就是帮助民主自由这个制度的推行，才会当对民主自由的启发，就是讲，唔是民主自由，唔是天落落来。何春木1922年出世伫台中，原本是记者。1950年来中正，投入台湾第100个民主选举，当选台中市议员。落尾嘛做过省议员、总统府的国策国文等等。即马伊的故事，互人翕做纪录片，合作党外的戏弄器何春木。1960年迄个雷震，结合了咱在台湾的这个精英，要准备组党。迄当时的党名叫做中国民主党。咱何春木迄阵伊一个少年囡仔，一个年轻人，伊就参加呢党外运动，伊当然嘛参与啊。然后党外运动了，进入去台湾民主这个民主进步党，伊嘛是参与啊。何春木伫台湾为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年10月初3是何春木100年的命期。即马何春木本教基金会翕纪录片，除了10月份会办展览，未来嘛会甲戏院合作来放映，互大家知影何春木的故事。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展出一个特点，小解100年前的文化协会，甲社会上有伫咧走跳真史，和含迄当时是咧做虾米款的伎俩，通好了解到迄当时的社会形态。好，我们这次这个趣味展呢，基本上就是从这本《台湾人事件》去做发想。日本时代台湾重要的政治文化媒体台湾新民报社出版的《台湾临事件》，内面小解迄当时日本甲台湾社会侪出名人，都会介绍他们的家庭背景，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职业的一个成长。那最重要，其实它里面最特殊一点就是它会介绍这个他们每一个人的兴趣。好，那比如说可能蔡培火喜欢音乐啊，然后林献堂可能喜欢有一些汉诗或是一些围棋。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配合100年文协活动，这站是用较软性的角度，先了解迄个年代的社会，豆豆出现休闲的观念，一寡本人的兴趣是啥物？林献堂是咱因讲台湾头一个去环游世界啦，伊将伊看到的拢家写做游记啦吼，才寄倒来台湾民报发表。互大家拢会知影讲，其实原来伊伫个西方看到的世界是安尼。展场内底嘛无记文协成员放电影的场面，互大家了解因是安怎来推广想法理念，嘛互动的体验，互民众切看卖家己的个性是甲倒一位人物较相像，透过兴趣进一步来认识100年前文协时代风云人物。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咱台湾行到今，会当变作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其实，伫咧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伫本土意识顶根发挥上界大影响。53年基金会甲公司台基台专工办新拓报社活动，邀请大家对意见平权、媒体和文化中间，甚至着反中国渗透等等议题来做探讨。53年基金会员工斗阵唱一条台湾自治歌，向文化启明的先摆蒋渭水甲蔡培火先生等人致意，也替公司第几台甲53年基金会伫咧这3天要办的新读报社3.0活动开幕，纪念文化协会成立100年。到目前，其实咱台湾人也个主题也个无去读到咱台湾主体意识的历史吼。这个若改变，我相信台湾这个主体意识、文化认同拢会改善。屋顶拢是阿西阿黄色的人情，该在汉族一黑的日本的百姓。
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成立，初期办汇报，做读报社、讲习会、下跪学校，甲各种的文化活动，捞正侪文化的外景，建设台湾文化的启明运动。即阵过100冬，若看咱即阵的台湾科技发达，加消息夜飞，中国渗透咱的力头也愈来愈大。未来咱要安怎深化媒体辨识能力，也是即届新读报社探讨的重点。语言文化的背后，其实是种人权。透过台语台，咱有真好提供足好的一寡新闻，也是戏剧，本来足多元的文化，嘛会当甲伊发展出来。地保川肯定公司台语台伫咧保存文化的多样性，甲守护媒体公共价值的坚持。伊也强调，台湾要走向正常化，咱对文化、艺术甲历史就爱捌入侵，才通对台湾听入心。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日本真出名的作家村上春树，这3年以来，甲家己的作品加专访的文章等等，关乎伊的母校瓦西达大学，学校也请到建筑大师来甲旧校舍变作是村上春树博物馆，按算10月初1就要开放啊。异形的厝顶，亲像崩空的楼梯，甲真宽的阅读空间。这是10月初要伫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校内底开幕的村上春樹博物館。春樹さんはこの国際文学館において国際文学の中の日本文学の在り方、また翻訳文学の在り方などを通じて若い人たちが育ってくれればこんなに嬉しいこと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日本有名的作家村上春樹过去将近3冬来，一直关家己的作品、甲专访文章、作品、翻译作品，和家己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和大学成立一个村上文库。即马学校邀请世界同学主要场馆，各个竞技场的建筑大师魏延武，中心设计学校旧的校舍改造村上春樹博物馆。建筑内底除了藏了3000多本村上的作品，还有伊个人收藏的唱片、作品的原稿，甲数十款的翻译作品，甚至佮甲村上伫厝内写字的厨房环境、录电台节目的录音室，拢搬到馆内空间。而收建的费用差不多是12亿日票，差不多台票3亿800多万，拢是经营优衣库这服装品牌的日本迅销公司创办人刘景正所管的。何でもない4号館が扉を開けると中に全然違う世界が開け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な建築を作れたらですね、これこそもう私が思っている村上春樹さんの世界そのものがこの地上に形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して。今年72岁村上表示，伊伫希望家己的博物馆会伫家己过身了后才建造。即马这个博物馆起好，要伫10月初1开放。伊希望会当替图书馆做出更较侪贡献，为收藏家己的作品开拓到其他小说家的作品，建造互学生会当实现文学自由交流甲想法的所在。国际新闻台记者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